馬匹準備妥當，2025至2026年度殺科戰嘅尾場賽事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仁和家興就應聲彈出啊，埋邊有勇冠群英啦，第3位嘅馬呢有勁進王者啊，外邊第4位呢仲有繼往開來啊，走咗上去，仲有隻東來欣賞啊，大約跟住個第6、7位到啦。買爛位置，黃綠衫嗰隻就傑出雷霆啊！中間組紅衫馬林入邊有郭千金啊，後邊嗰5匹馬進藝快車逍遙騎士啊，尾3係佛亮老喎，尾二位置紫色衫啊龍城精將啦，暫時殿後係城康掠影嚟㗎，向住呢個600米段處進發啦，仁和家興一馬當先擺咗喺前面放啊，繼往開來咬住第2啊，內欄第3勇冠群英第4位仲有東來欣賞啊，內欄第5嘅馬有傑出雷霆啊，響佢外邊呢仲有呢隻勁進王者啊。後呢個馬匹啦，揈出去外邊逍遙騎士，中間郭千金埋邊進嗌快車，大我多佛亮路喎，尾二入直路龍城精將包尾入直路呢係城康掠影嚟㗎，最後200零米啦，仁和家興埋邊鬥緊外邊嗰隻呢就繼往開來，兩匹馬鬥得難分難解啊，原欄追上嚟，仲有傑出雷霆，最後100米到繼往開來，外邊壓住咗仁和家興，仁和家興俾佢壓住，又過翻佢，接近終點，埋齋食尾糊嘅馬，好接近，好接近啊！埋邊仁和家興出邊繼往開來，至於第3名嘅馬埋邊傑出雷霆，中間呢勁進王者都追咗上嚟，睇下邊隻馬贏出尾場賽事。外邊唔到啊，睇下先。11定唔係喎？唔係啊，有機會裏邊啊。 3同11係影相，睇爭咧就3個尾糊。會唔會整盡平頭咧？尾場真係好近喎，睇唔到喎，我都好近啊，好近啊！需要真係要影相啊！真係睇唔到喎，掂線嗰下。睇就3啊，非常非常接近啊！哇，好精彩啊！至於第3就係4號傑出雷霆，第4就係2號勁進王者。試得最勁嗰隻就係逍遙騎士。係啊，到底亨利中唔中咧？應該第4個機。開閘嘅時候啊，仁和6、7位到啦，3啊龍城精將啦，暫時殿後係城康掠影嚟㗎，向住呢個600米段處進發啦，仁和勁進王者埋邊翻佢接近終點埋。影相啦，就係布文贏馬3號嘅仁和家興食到今季嘅尾糊啊！第11場頭馬， 9歲噶啦已經，希斯照顧啲老馬個成績都好好啊！11計買420，係直路跟住走越入嘅，睇到亨利要黐住。咁咧就繼往開來嘅喎，真係。仲有佛亮佬打地喎，知亨你有冇買咧？係啦，繼往開來啦，第3就係傑出雷霆蝕咗少。